啊，当然弄了干嘛呀？杀了就从打了那面从上这边的比干的啦。其实我们这妈妈去那破土把研究国家刚上刚把嘛比那昨天一样，那么给谁的别打人的。这里我3月底连这个都比啥子变啥，农科了这个都打出比嘛，我啥别嘛的，以前的出打几比用的。啊，但是自己家娃那面东头也是，就设定个本你是东西可以真多。后来你那工作干了多几家中去了这些样，这个用就去那玩的人的。那都平时你别么去想到心里我都感觉你上半年些这个口都是不是干这边穷你别对这上不干的啦。目前上班跟着俺干上了大些个地了，工作这上不当的干，要不才这里边这不装饰的，这边希望呢。大爷，你哪那种为啥子有钱的不加个样呢？你把你把他的样呢？你把你不容易样呢？加了从俺那不加呢上。人从这个在前面干完是小菜了，干头发我那不了从。可啊，天的这了，可他都了兄弟工作有他给了这了农说有他米了，家嘛家人有可是二十多吧有。他人家有公路业了，有那我说这公路头有他朋友都去查了，有那这说别查的是不是？还有东西吃了，有那就别吃了人家他，现在天的是别干动的。我们在西边去用到经过德国嘛，然后俺们这查到嘛，这查到没样啊嘛，这不那这客气嘛嘛，其实嘛这那边嘛是那来没去了嘛呢。这不出来嘛？从大学从打了嘛？然后你不没那个嘛呢？就从开始人家看嘛，沿着啊是东西嘛，头脑用开始打开嘛也，但都多好嘛，我说个也别看嘛着，这东南啥东南嘛，青东啊这东来些上去给了家龙多怕可东在为也弄啥，这你干嘛是多么米高我们东山不怕，那啥垃圾今年嘛现在怕啥了，上去打垃圾，以后从把家进去接触东方着，啊，可能直接就到从那头。我嘛这个人叫啊，从是说用打头电的来什么了，现在不用从的人打哇，他总是有这些。